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，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是咱要来敬拜伊的日子。今仔日嘛是一个救赎的日子，因为咱中间有侪兄弟姊妹，伊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生命救主。咱知影，信靠耶稣真正地面，因为伊知影咱的心，甲咱的分享这首诗歌，耶稣知影我的心。 我的
篇幕伊亲像路，切篇幕溪水泉。咱只是咱用祈祷的心来唱一首歌，保守我的心，求上帝保守咱的心，行过保守咱的一切，放落咱的骄傲甲自我，求主赐咱一个清洁的心，互圣神来充满伫咱的内面。咱做伙来唱一首歌。主啊，保守我的心。